看屏东的万丹乡早起传出着庆声。警方针对毒品的案件咧进行搜索的时阵，美丽的社区民体两个嫌犯甲警察来开枪，大批警力随着赶到现场来支援，甲嫌犯是野情来对立大约2点钟。其中一个嫌犯伫亲戚朋友的苦劝之下出面来投降，另外一个是开枪逃走，也毋过随后嘛家己去投案。警方是敲出着改造的枪机，甲100多粒的枪支。警方怀疑2个嫌犯是咧改造枪机咧卖枪。以求支援，开枪！民众翕到有一个警察举枪对厝内嫌犯大声的喊。 这个厝有庆声，气氛真紧张，连乡亲想要送囡仔去读册嘛，唔敢出门。我带他去，我带他去。不要啦，你太危险了。警方一直话爱嫌犯放下武器，行出来投降。出来有一个查甫人伫亲戚朋友苦劝下，总算行出来。另外一个开枪了逃走嫌犯，嘛家己去派出所投案，被押回现场。 早起6点外，海口警方针对毒品的案件来到屏东县万丹乡新郑社区进行搜索时，2个美丽厝内嫌犯开枪反抗，总共开3枪，最后嘛是弃械投降。他们对外开枪。哦，对，他们嫌犯对外开枪。对。开几枪？开几枪？开几枪？应该是知道状况是1枪。 厝边表示讲，其中一个嫌犯甲因某也有3个囡仔住伫社区内，看起来正常。透早遐侪远近来你俩人，有庆声，互因拢惊到。 其实没有非常大声啊，但是知道，但是我都出来看，然后警察一直在吆喝要开枪了，要开枪了。警方伫嫌犯的厝内找到9孔的底枪、成品甲半成品各一支，要100多回的枪支。目前看起来是有改造工具了，制毒不可能，因为我们现场是查到海洛因毒品。 2个嫌犯敢有伫人家厝内底改造枪机，也是提起卖？警方还阁深入的调查，是讲当时厝内有3个囡仔，嫌犯无顾到囡仔安危来开枪，这万一若甲警方对战者，后果恐惊不堪设想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